社龙界自2002年起首次当选北区议员后，连任5届。2018年，竟以23893票，摕下当届台南市议员选举上悬票，清获中西区、北区选民的大力支持。幕后重要推手苏昌洲，就是社龙界首次当选议员后，就担任社龙界基友会会长，至今已经20冬。随着社龙界投入参选市长。抗税议员释处，今日伊也带领团队公开力挺台南市北区、中西区议员参选人蔡宗豪。宗豪的迄个经济国民党的初选而且嘛祝伊迄个顺序来通过初选，然后进军咱议会高票当选。苏昌洲表示，伊本人甲社龙界做伙看到蔡宗豪大汉。对这位少年人有礼貌、有责任感，自细汉就热心公益，乐意帮助他人。经为大学开始，就担任音乐教育志工，为教育奉献心力。政坛前辈也拢认为伊是为民服务的好人才，希望选民会当全力支持新生代青年接棒出线。总后是我迄个真好兄弟的囡仔，阮从细汉看伊大汉，从细汉真乖巧，真认真，希望这边。会当有机会让入去议会替咱台南市民服务。看到大家对伊的期待甲相挺，也让蔡宗豪信心满满，表示伊会持续努力学习，努力做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谢谢阿伯今天出来为我站台，说阿伯是比较亲切，那其实他是我们新荣街自由会的会长苏大哥苏昌洲，那非常感谢今天拨空，因为他非常的忙，还拨空前来。一起参加我们的登记，那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登记的活动，也非常谢谢我们身后的中豪自由会，谢谢你们，还有我们龙界自由会的朋友，对，大家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们知道万事起头难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事情，我们会持续的做，谢谢你们。那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，我们会继续加油。今年26岁，蔡宗豪曾经担任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的助理。登记这天，伊也提出多项政见。伊讲，中西区、北区是全国国定古迹上侪所在，也是亚七美食小吃重点。两个区的人口密度拢是伫台南市前3名。未来将会优化在地产业，促进地方就业机会，并改善台南的交通，优化公共运输品质，以及争取治水有算，争取教育经费。完善社会福利等措施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